今次拖家帶口啊，我哋去曼谷旅行，有埋 BB 同阿姨。我哋而家係浦東機場，今次坐上海航空去曼谷 check in 咗先。有 BB 可以行呢啲乘客上通道啦。 F853從上海前往曼谷。T1衛星樓揾食嘅嘢係完全好難嘅喎。我終於見有間開㗎，食期間，唔知係咪開嘅添，仲要頭先全部樓上嗰啲都係閂嘅。坐嘅73788。之前打電話咧去約嗰個嬰兒搖籃，佢話呢部飛機冇啊。之前坐親 Airbus 嗰啲都有，但係呢一部係冇嘅。Sorry， 超多嘢。街大口啊，好忙啊，好多嘢。仲有個 BB 車。點解個屏幕畫面係黃色嘅？飛機變咗藍色，BB 瞓覺啦，準備。之後上餐啊，有麵同埋飯，我要咗飯，我媽媽都要咗飯 ，BB 瞓咗覺。茄汁牛飯，應該係茄牛飯，有個小零食同餅乾，3個有呢個西瓜，有前菜，仲有杯水。曾愉快的憶記，當世事再沒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。再見了，食完嘢冇咗一次嘢飲，上咗半數。佢哋個位置，等咗先。
出入都係麻煩嘅，坐呢一啲，你都係要叫前面啲人可能要起身先至可以出到去。出邊什麼都睇唔到，黑掹掹。覺得有一隻調教，所以都係會舒服啲咯，個頭可以頂住枕住啦。跟住再帶佢，好攰啊！呢個仔嚟探索呢個廁所，超級細呢個廁所，完全伸唔到手。我跟住個仔咧轉身都好難。不過佢試用每一寸空間，呢啲掛喺個玻璃度，隨手啲紙袋、紙巾、軟嘅個鞋啫。我都驚啊，周圍都係鏡，然後就係塊全身鏡。但其實都睇到佢個孭住個仔都睇到。世事再沒完美。個位度，啱唔記得講嘅，佢呢個廁所設計一個都唔係嗰啲就唔接盤嘅，係啲咁嗰啲奇怪。再見了，背向你，眉頭多少傷悲，也許不必再講所有道理。何時放鬆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？我說過如何一起高飛，這天只想帶走，還是你？如重溫往日遊記，但會否疲倦了嬉戲？啦，媽媽開始幫 BB 影嘢啦，仲揸一個行李，好慢啊！佢哋，好開心喎，分享啦 BB， 佢笑你，哎呀佢又拍啦，佢又拍啦，已經出咗嚟啦，攞完行李啦。到咗曼谷啦，真係好熱啊！出咗嚟之後，我哋而家今日咧，因為夜晚先到，而家已經差唔多凌晨12點啦，所以我哋唯一嘅行程就係而家返酒店。之前 book 咗車嘅，好似係100幾蚊嘅啫。咁而家就返咗酒店先，拜拜。記得掃描。